台南市安南区本源寮这个朝兴宫12年一考这个造就大典进前迎接着有功43尊新名入朝，庙前的灯光嘛已经穿好势，将日28要起鼓，家家户户嘛拢会点灯结彩，准备咧迎接地方重要的宗教活动。伫道光时期起的本源寮朝兴宫，长久以来拢是地方的信仰中心。今年辛丑年轮到12年一摆的造就大典，会伫11月28起鼓。目前庙前的普渡边已经完成，灯光嘛已经采学好。前几工庙方嘛用大轿迎接各宫庙的新春日朝。大轿金狮灯护驾，车来安本源寮朝兴宫来参照，来祈安护境，会当互大家平安顺利。今年受疫情影响，真侪活动拢停办。不过庙方认为受到众生民的保庇，目前活动进行甲拢真顺利。阮拢是家己咱这个每一角拢咱这个户民家己建这个角头，所以每找来用这个工课啊，就对啦有够风派的。规个造就大典会伫11月28起鼓正式开始，一直到12月初9社灯果科技内圆满结束。庙方嘛邀请全国善男信女去朝兴宫拜拜，保庇一切平安顺利。